我和我的院众闺蜜。人家用小拳拳捶你胸口，大坏蛋，打死你，打死你。红花在哪里？好帅，好帅啊！你老翻我白眼干嘛？真帅！不愧是我儿子，不愧是我儿子。小小天地一片苍茫。Kiki Yomi, Kiki Yomi, Kiki Yomi, Kiki Yomi。什么啊？没有啊。两茫你练啊，我又没拍你。你当我瞎吗？别朝我脸颊音，我跟你讲。棉花，乖，快练。练你妹啊！你要放。我这刚才真信了你个邪，以为你没在拍我。说就是你要是离开了你闺蜜，连饭都不一定就是能吃上的那种。那她嫁人以后饭可没管过我啊，你再说一遍。偶尔管管，我老公偶尔管管。煮的汤进了谁的肚子啊？也没天天煮啊，就偶尔煮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喝10顿，你喝8顿，江湖传闻，我离开了你连饭都吃不上，那是不是？那也是，那不至于。嗯，但也没好到哪里去啊。没死，没死。我觉得我认识的，现在发现已经来不及了。前2天还在嫌弃我用你的眼睛，我压过，你现在是还在用？你就说你良心痛不痛？我用了自己的眼睛，有手巴巴被你嫌弃。你买的大夫睫毛，你用我眼线用多少钱啊？这个那个眼线笔用了多少钱？那我是不是每天被你嫌弃？真恶心了。也没有每天。不，今天没有嫌弃。因为你用的不行。今天有没有嫌弃？到底是你做的。哇，他没办法，在。再见。都被你说咳嗽了，给我。来了。我们的友谊居然只有一副睫毛。我们的友谊居然就是眼线液。我们。马上好了。孩子啊，戏还没出来呢。缓。妈呀，你都哭成这样，是要死的。我要给你自己看，天哪！我去给你拿2张纸巾啊，好不好？你拿这么长的纸巾？没关系，再拿可以，我给你看着它，只要是没有细的纸啊，我找不到呀。没事，好了。看没了，给我看看。哎，一会儿给你看。哎，这个光不友好，很脱妆。来给你看一下。哎呦妈呀，感觉你把自己半条命都哭没了呀！哎呀妈呀！哎，这里超可爱。别哭了。不哭了，我要化蝶。一直。我出来一下啊！那我帮你出来一下吧。你刚才像蝴蝶，刚刚又像扑棱蛾子。你控制一下自己哦，一会儿像蝴蝶，一会儿又像扑棱蛾子。给我看看，给我麦在哪里？你这非要给我搭麦的意义在哪里呢？你真能搭得出来，人家医生就白当了好吗？对呀，你看在这里找不着呢。我没麦，我死了。麦在哪儿？怎么没有？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给我搭麦？是你褶着的关系。我褶着我也得有麦啊。放过来一点，放平。你没有。那我是人吗？你不是，你这个肩膀不要褶着，你影响了你的心脏跳动。我换只手好不好？这位神医，你手上东西太多。神医，我换只手。
不影响。你没有这样的，你要手放好。来，烦死了，痛的。那不是啊，刚好是在这个地方，你不拔上了吗？没把手，你真的感受不到你的心跳哎，所以你在我身边的人是人是鬼。所以我们的眼力不够是吗？陈医生要大麦了，连麦在哪里都没摸到，就下去一点，是我自己的有，离手掌近一点，宝贝。我明明有的呀，呀就在这里啊。是喜脉不？你搭得出什么东西？自己都找不到了。哎，真是不一样的哦。对啊，你行医资5分钟的，你还能拔出不一样的，这么厉害的，你跳的细一点，我跳的会浊一点。还能分得清细浊，不错不错。对，找不着了。哎，你有毒吧？把我手环戴上好吗？快点，正反给我分清爽。算不戴了，拆掉，不戴了。我今晚演出呢。拿下来怎么拿回去？不然的话要我负责的。你搭出喜脉不应该你负责吗？什么时候打出喜脉？来，好美啊！